放过来。嘿嘿嘿嘿。咱讲话哦，咱是漳州人创的嘛，啊上早就来是咱咖喱番仔寮嘛。哦，咖喱番仔寮哦。呀。是哦。要做漳州社区嘛。哦，漳州社区。要做漳州社区嘛。好好好。所以咱全县镇啊，有做工地的拢几乎就是拢番仔寮漳州人。真的哦。延平国小呀。延平国小啦。延平国小呀。所以要做漳州社区嘛。哦，漳州社区。哦，伊个上早期，伊个上早期就是两个兄弟啊嘛，用一成在底下开汤厂嘛，啊，搁后底下咧烧肥啊做田嘛，啊了后怎等迄边请数学老师就来囡仔上课，啊，甲教迄边，迄种土位足济嘛。啊，我甲迄边的老师傅请来台湾，请来教伊上工嘛。迄阵咱早期的上工是咧保护卫乡里的嘛。啊是过头啊，即马但就免啊，即马地啊都交代你。伊咧即搭叫什么地？啊了后不知即马我改了做庙会文化咧表演。变个庙会。是咧来。日本时代有重金团咧，可能重金团我敢有用着种东西，嘛唔知。你叫他是无，但是伊袂当互你像即摆安尼，遮尼开放。惊反多，惊错乱。对，你个兵器那就拢爱没收的。当然啦。所以因迄阵仔咧做兵器，无可能做像安尼，互你因为有攻击性的，伊就无可能互你。伊无可能你使用，拢叫你做法嘛。是。哪能安尼？有来专民团，伊个早期比日本时代较早咧嘛。是。因迄阵仔香港个比日本时代较早。是。啊，你讲的迄家里迄阵，迄是啥物？明朝时代啊，嘛毋是哦，清朝时代来。我清朝时代。清朝时代来，漳州啦吼。好，安尼有较清楚啊，原来是漳州传。漳州啊。漳州的啦吼。对啊，因。即摆大陆拢无啊，真全世界除咱台湾有相讲尔。大陆无啊。无啊，因漳州，因漳州都有，还佫本来还佫有一团啊。因漳州吼在所，咱讲，我都开大省哦嘛。开大省就开中省哦嘛。开中省哦。都东王宫啊。毋过咱拢讲开台省王是郑成功呢。无啦。开张圣王。开张圣王是或者。陈元光陈元光那是才开张圣王，开中圣王，开发漳州的。对啦，漳州来才开发的。是啊。应该请来才开发。是。那变安尼哦。漳州人是伫那边啊，请过来这边。是。因为迄阵啊，大陆若要过来咱台湾是啊，经过湖水沟拢。是。拢迄水沟拢伫咧去嘛，拢伫咧去嘛，足济拢伫咧去啊。所以因内面来拢会事先拢会摸因遐一尊神明，过来到保庇啊过来。所以因啊早期才会先倒来，拢是毋是因咧砖头骨，就是家己遐摸过来。是。拢几乎拢是安尼啊。是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咱所拜拢拜上了骨。台湾。拢拜上了骨。足济福在佛祖嘛呢。因敢是大约就拜佛祖嘛是大约的。大约就拜佛祖嘛。对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系啊。咱拢讲观音佛祖呢。对啊，观音佛祖，佛陀山观音佛祖，嘛是大约的啊。南海这个是。南海这个。清水祖师甲宋江真有关系？无啦，清水祖师无啦。对啦。无当地树咧，当地树，也影响到对对啦。清水祖师。但是无一定讲你这阵神道，这回后台马祖伊嘛咧做送。是啊，我叫我到河湾乡。对啊。了保护完，了保护完，后台马祖。是啊，他有送到天对啊，伊个因为就是讲，我的祖先虽然是查某的，但是我的部长，伊就要用。也无用咧用啊，上港就是颠倒元帅，当然伊个元帅，你爱形象，就是爱安尼啊，我一定讲我的祖先查某，我就袂当上当啊，对吧？啊，你颠倒是元帅啊，你也无可能做祖先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有元帅袂当做祖先。当然咯，你话你变元帅是话真元帅个，互恁家头啊。对。恁家孙安公，是毋是我后代？是
前阵子的，但是这上港也，啊上港嘛是另外一件事，迄嘛算做伊个报销啊。有上港管。对啊，迄嘛算做伊个报销啊。你当然无可能还没当机当车啊。这本来有这程序的嘛。有个这样的。这有个程序。根本就。对啦。对恁的征头来讲啊，恁的征头那上港今年了都好，钢筋更好，得到无以强诶。连小东华文化艺术新传奖都无以讲为国家新传奖。哇塞！你读台南迄种的呢？无啦。无迄阵拢读商科较济。上课我读南英呢。南英安尼算要做生理的咯。你唔能做到做生理的哦。无啦。我真係是学生出版社的，安好老好，4.590岁。你台南市人呢？安和路呢？4.590岁。有咧出版儿童益智读物啊，各种畅销书、参考书，加用心啦。艺术袂当做饭吃。安尼艺术袂当做。这是讲对我一个兴趣，一个传承。是啊，请你来教上钢琴，走外10外个间学校安尼。对啊，我即摆走到这啦，我较早走传承啊呢。去走到传承可能这个原因会当得到新传承。传承啊呢，我今下走到金山呢。金山。中午走到南投水里玉峰南投水里。台中。我等金山国小，我就教人师啊，82年，就去伫啊。毋是野柳好附近迄个金山国小，我有去安尼，我有去参观野柳的，有去迄附近遐见的。是啊。原来去到遐咧教咧哦，因遐有上钢筋哦。我只教人师。教人师啦好。中部讲的来讲家己安尼。中部我伫永安国小，西屯迄只永安。西屯也很好咧教。我教上钢筋。永安水骨头，遐只水骨头。水骨头。西屯。有啦，我教人师啊。人师很好咧。人灵跳过国术拢教。多大背哦。多元化。多元化。所以我南投水里玉峰迄，我也去教的。来嘉义林森国中、玉山国中，我拢教。你讲迄阵，都拢几岁迄阵去教？拢80几年，82、3年去读。迄阵去教啦，迄阵都40外岁，当咧用，赚袂当，开车拢开车偌少呢？我去很多，我都无开车。无坐火车啦？拢坐车去遐好，拢住去啊？坐火车就。我拢我住去啊。坐火车人来载。住遐住一礼拜啊。一礼拜。你练是手机拢练咯？你住去我练。是练几点钟啊？无啦，无要紧啦，我多。忝啦。练2点钟。练钟啊。你是拢利用啥物课的时间来当练上？对，应该礼拜体育课的时阵啊。礼拜6课啊。是拢拜5年哦。无一定啦，无。无啥，可能5只。地头讲2礼拜啦，应该是拢2礼拜。地头讲5只，南头讲5只，伊只荷兰5只。对因为要比赛啊，所以我加强一个拜5安尼。加强一个拜5好。4点练到偌济？5点半。差不多啦。一礼拜练一间啊。现在按指导者。不敢啦，我拢来限制袂较济。来，武术动作较强是安怎教？所以，
海西星打来都一片沙漠，要通讲起来吼。哎，我唔爱管什么人练，什么军，我当时爱看啊，爱看啊，你对嘛？当然嘛是因材施用对嘛？你当然你大汉的也当家师，细汉的也对家师才合理的嘛。哦，你不可能我细汉的去也当家师，当家师都搞不回来啊。好呀，哦，你讲你真有下伊个规格的啊。啊，人咧真正上当真有咧点香点有点多啊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有这什么意思？无啦，迄是安尼啦，因为通常啦，咱庙迄种证明了咧做做相当样嘛吼。啊，因为咱这伫学校内底，咱莫去动啊做个迷信啦，哦，莫去不黑啦吼。咱就当作哦，让囡仔了解讲啊，咱就有这个振华啊，有早期有这个树的存在哦。啊，以前这个宋江是在保卫乡里啊，到现在已经时代进步，用不着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们是拿来庙会用表演，咱也可以用啊，然后让你们可以了解台湾早期的文化历史的。对啊，这咱中华文化啊，卖去可以讲哦，要拜拜，要懂什么，卖去哦，这回时代不一样，对，咱回这个中间人是上足够的。有啊，这咱回基督教就安尼。哦，所以我讲想讲无意了啦，无意文化安尼。对，是啊，我都讲这讲安尼，你站在我们教育立场上去的。是啊，教育。那个可以。有，安尼好啦，安尼也较文明的，讲多一个质量，或者是。哎呀，我有挂碍呀。哎呀，是啊。无法度人去放开。有啊，啊无咩团。有，好。哎，叫共连那个苹果都骗。哎呀，好啦，咱们可能叫电话都骗嘛。哎呀，感觉囡仔咧记军事都好，对记忆力较好。啊。低年级跟高年级毕竟有差别，好一点物理都有差。啊，无动作安那比，先后顺序也可以。对啊。可能囡仔妈好，其他也是。本来这就是讲啊，囡仔为了多元化，好去活动者。哎，是啊。你啊读到好的，所以嘛好吼。所以上天创造人无公平。对啊，一两点钟，一个对迄个20-30个安尼要加，咱分进度表，一礼拜改啊，教偌济，第二礼拜教偌济。通常我较无咧分进度表，我拢看了差不多，我就好累啊。哦，赞。哎呀，目睭看较紧啊啦。我无咧设定讲今天要练什么，明天要练什么。目睭看较紧。因为囡仔哦，你甲动作嗰个宠物伊华为。哎呀，有影都对咧。啊，你啊，拄底下换一条新的，伊感觉很新颖。啊，咱做过师啊，咱知影。咱也学遐师话，敢那个开细环境。哦，赞啊！拢共款。伊要爱学新的呢，有诶伊就无爱要学。啊，所以你一直甲重复，都要反复伫遐，伊袂影响伊会当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哎呀，赞。所以你袂当甲按照我们的科目表。哦，好，赞。因为咱这底下艺术诶，你。头家是死。对啦，这底下是哪艺术诶，就对咧。啊，所以啊，看差不多咧，差不多会啊，没足钱。有啦。现在都。那就对。好，赞。安尼当学真济人，我这感恩。然后，安尼后天我们就拢在做边啊过啦。是啊，咧许林生老师咧帮忙的啦。啦。好像小姐。好像有人为了工作咧做的，咱给你补贴。教育行政。对么？对，辛苦了哈。咱就给你补贴。以前黄嘉玲校长是转去这啊。大同，台南市的大姑的大同。赞同，台南市的大同。安尼人手较近。好。大同文呢？是方便个。嘿啦，好赞的啦。好赞。因为唔系做话就当安尼。4当就当掉啊。哦，4当当。你问我有咧亏啊？哦，是。我有亏人偷啊。啊，赞。真好。以前的4当。哦，就是4当。哇，我练得久啊。练上个练得久。哦，赞。哈哈，好消息。10月20到22名啊，综合体育场在表演的，他27日台南大学在比赛表演的吼，台南大学我都是讲这。
我研究台湾文化。也有个乡土文化。研究所，干真啊个教育部，主要搞体育署啊。安尼哦。搞体育署，委托办这个民俗体育比赛。真的哦，委托。委托。做这比赛哦，赞哦。台南大学这重要的。赞。所以每年3月份拢有办这个比赛。每年拢有呢。是。无咁济啊。赞。你不是你怎么你搞啥子？我讲的手我就好啊。我都现在讲的就好啊。来个拜师啊咧。够拜师的咯。他们拜少年看有当拜正看南部台湾南部放过。台湾新的敢若上不定节目名咧。台湾正南部。伊咧出身是武馆还是中关村的？武馆的。老师啊，在台湾因武馆的。因老母是南部啊。现在同样部哦。同样部来做啥呀？北京。跟那些我爸咧。同样部啊，伊军事蛮好诶。那样军事哦。同样部那样。老爸拢走大了，少年就拢离开了咧混诶。恁爸爸？无啊，我台湾老爸。台湾老爸。大家咧走江湖。人哋講走江湖，更死我人咧。愛去風景書，喺啲附近，在附近啊咧。那連武術人家真係，嗰種我捌看到啊。嗰條一對，那我你記住就驚都驚未先。驚咪點講咪就嗰啲嘢啊。有真背啊。練軍事真係好啊。特別係數學好啊。其他數學好，發展，就咁樣打拳打鐵嘅。教育不良，我也不良。那个不是就什么样拢不。练武术人爱介绍啊。無得我介紹人愛練。對啊。練武術人愛行迄個啥物中油咯。你打起啊，做哪邊啊？那個最條條啊。叫什麼？對啊，咁樣啊。對啦嘛。我財務嘅呢，我黃金生死，師傅嘅。幫派呢，讚，咁樣啊？對，呢度一啲，肯定有翻了解啊。咱有足幾項嘢冇出嚟咧咯。沒有，一年到3年咱有咧練，一高啦，起碼1年也有啊。我都冇人啊。冇人啊。比較是攏去練國中啊，國中嘅。我頭一練迄陣我有去榮嘅呢，我頭一我練頭練迄陣咧表演我。袂歹，我有比較會轉來報上嘛。迄陣你有帶隊啊？我頭練。有啦，我頭。迄陣咱都有。再見啦。我帶過隊哦。南部呢都有幾隻學校咧。即係送咗大林村啊。大林村啊，本身執學校嘅。是啊，你嗰邊一成功咧。係咪都幾名都成功？嗰陣上邊時光香港咪做一陣，香港嘅好超嘅。啊，金山國中好啲啊。啊，邊東、강동、宜里。金門有喎。金門17間國小，我教8間。5間國中，我教3間。你唔係去一個月抓大？攏愛去大啊。通到1個月過來去抓。1個月過去抓。你大幾禮拜啊？這也挺好的。感恩哦，莫怪講會得到國家宣傳獎。國家中華文化藝術宣傳獎。全球中華文化藝術宣傳獎、吳義獎重要貢獻的是教這個中鋼琴舞藝都足幾項嘅舞獅、人獅、人靈、跳歌、國術、中鋼琴教練。感恩，黃先生。哇，讚！有開和信出版社，台南市安和路4段598號電話。
电话声0635562268，3562958。哦，赞。出了儿童益智读物的内容哦，各种畅销书刊套书哦，加用心文武双全。敢若买西整理西那个功夫的，不多点哦。唔是正上咧到古店，出关系。我拢直接做好啊。直接做好啊。赞。好啦，阮嘛拢去落去庙的，做网站啊，虎果多选000一贯道安尼落，虎果多选000一贯道安尼，去找我网站内底介绍迄庙，去买庙做迄影片安尼，嘛上工钱的。迄花莲宋江镇迄阿妈厝迄，花莲宋江镇迄，迄袂歹呢吼。阿妈厝迄后面。参当地树工是啊，咧工迄个读书的哦，工作啊，当地树来教的。哦，讲当地树来教，后壁当地树来教。是来个阿妈厝上工工作。伊24个。24个，迄个做花莲宋江镇，有化妆的是偌济。你要几号用？有啦，都要买2个，这比较成熟。哦，你几样做呢？飞机飞上，飞机飞上天。
要完成，人数也够高，要完成。我小学生都没有像这边这么好，看得看得。表演哦，这台南大学的，棒了棒！